国民长官罗摊主来了。从这边去台南艺术大学。 哦，典传师都亲自参加清扫工作，好榜样，好榜样。哦，今年注意哈，哦，这摕去擦干袂挖？这绝对会挖，但是这就变种呀。哦呀，哎安尼。 哦，这冷来啊济啊，冷塌塌地啊。本来就是安尼，这个就是拢冷，这凊彩插嘛挖。哦，这插会挖的哦。一定挖。哦。大细。哦，安尼这正。啊，迄变种的。我唔爱压水都袂死啦，吼。我摕落挖好不？哦，还要听刘典传师的心理心法。 用你心法，不是用艺术心修办道，这样才能成活。哦，那人做批啊，那人做批哈，哦，要修啊。